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、最獨家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跑馬地夜馬第6場4班1650米。今場4班中距離真係陷阱處處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馬今日要直接飛走。4號同心大外檔劣勢，表現低迷。第一隻要畫大交叉嘅，絕對係4號同心。今次最攞命係抽到12檔大外檔，形勢惡劣到極點，再加上佢近期表現唔好。整體走勢都係非常吃力，直接飛走無眼睇。11號極速滿貫表現反覆，值博率低。第二隻要踢出局嘅就係11號極速滿貫。呢隻馬最大嘅弱點就係表現極度唔穩定，時好時壞，完全估佢唔到。呢類表現飄忽兼且狀態難以捉摸嘅馬匹，無論從狀態定係值博率嚟考慮，都跌到落谷底。我哋直接畫個大交叉。12號爆竹喘鳴症復發隱憂。第三隻要無情踢走嘅係12號爆竹。大家睇翻記錄，佢啱啱喺今年3月被診斷患有喘鳴症。呢種有暗病嘅馬，最忌就係喺急彎發力。喘鳴症對馬匹呼吸影響極大，投注喺一隻健康有疑慮嘅馬身上，絕對唔明智，堅決放棄。清走晒啲伏馬，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2號紅海徑，今場最值得投注嘅首選，一定係文家良馬房嘅2號紅海徑。大家細心留意佢嘅部署。近4仗刻意安排跑3班泥地賽事，擺明就係為咗減分。今次終於求人得人落翻4班，隨即返回佢嘅3節強項途程，谷槽1650米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遨遊武士應聲彈出啊，響外邊搶啊，有贏威馳搶喎。咁啊，大約第3位嘅馬有將瑞咧，中間電信巴打藍衫藍帽嘅，內欄粉紅帽紅眼罩仲有優才。馬林中間黃龍飛搶，出邊包裝戰士最出呢，仲有隻浪漫戰神啊！馬林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安泰啦，咁啊灰馬大約尾4到就精英紅心啊，咁啊尾3位置超勝無敵啦，後邊2匹馬黑衫啊哪吒啦，響佢外邊呢就孤峰潛影嚟噶，跑對面直路啦，遨遊武士就貼到難放噶啦，響佢出邊嘅馬呢就將瑞嚟噶，第3位響外邊啊浪漫戰神，第4位呢內欄位置有優才啊，中間第5有贏威馳啊，第6位藍衫嗰匹啊，響外邊啊電信巴打，第7位內欄有安泰啊，後邊嘅馬匹啊，先有黃龍飛將黃衫黑帽嘅，出邊包裝戰士啊，尾5紅海徑啦，後邊4隻分別有精英紅心超勝無敵黑衫咧，咁啊綠色帽就哪吒響尾子啊，咁啊暫時殿後係孤峰潛影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匹咧都仲係呢隻遨遊武士啊，將瑞第2位，第3位出邊啊有呢隻咧就浪漫戰神啊，第4位嘅馬就優才啦，攝入去內欄嗰邊呢，仲安泰啊，響外邊電信巴打有贏威馳包裝戰士大愛當啊精英紅心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將瑞佔先咗半個馬位啊，中間位置就係呢隻浪漫戰神上緊嚟，外邊有贏威馳啊，偷入邊上有安泰，最出嚟精英紅心啊，最後100零米精英紅心外邊衝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，埋邊係將瑞，內欄位置仲安泰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。回顧季初，佢喺4班同程，沿途跟手第4位，末段替速更加係全場最快，輕鬆彈甩迎妙星贏馬，姿態超卓，本身具備一定班底，落到對手大幅減弱嘅4班，絕對係今場嘅穩膽首選。9號眾星，呢隻馬嘅谷草性能絕對出色，賀賢馬房部署一直好有針對性。季內眾星喺谷草已經攞過1亞1季，明顯谷草主場威力比田草更加大。
大家睇返佢上場跑田草1600米，沿途被逼走外碟蝕位，仲要遇上慢步速不利後追嘅劣勢，但直路依然交出極強追勢，證明田草都有表現，狀態已經操到好 fit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5場賽事4班16，香港賽馬會社群杯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家傳之寶熒光都係慢啲，前面快嘅馬內欄位置63呢，就係呢隻超開心啦，中間走上去嘅馬有粉紅衫一隻就睿智多寶。咁啊，最出紅衫挺秀宏利啦，紅帽跟住個第3位呢，仲有君達德啊。咁啊，中間第4位嘅馬就江南勇士內欄拖翻住第5先，有超開心啊。後多層嘅馬內欄瑞奇威風啦，中間呢仲有萬事勝利，外邊鴻圖大展啊。後呢個馬匹啦，先有勤得天下，內欄尾5家傳之寶，後邊嗰4匹馬仲升得風捲殘雲啦，尾二內欄63隻熒光，外邊橙衫暫時殿後呢係飛躍星半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好順利放啊，就係呢隻睿智多寶啊，外邊第2位有挺秀宏利啊，內欄第3係超開心啊，君達德就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中檔位置就江南勇士啦，內欄嗰邊啊仲有瑞奇威風，外邊鴻圖大展啊，馬林中間紅衫紅帽就萬事勝利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馬林中間粉紅衫粉紅帽仲升啦，內欄家傳之寶啦，後邊4匹馬勤得天下飛躍星半啊，尾風捲殘雲響後邊入直路呢就係熒光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睿智多寶呢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中間位置挺秀宏利追啦，入邊超開心亦都上緊啊！中檔位置嘅馬匹仲有江南勇士啊，出邊啊君達德啊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家傳之寶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呢就超開心，壓住咗埋邊睿智多寶啊！咁啊見到埋邊瑞奇威風上咗嚟，中間仲有江南勇士啊，接近終點超開心贏啊！跑第2名睿智多寶。今次重返最拿手嘅谷草，戰意相當明顯。只要直路初段能夠順利望空，冇受到嚴重擠阻，絕對可以幫隻馬交出應有水準。作配腳最穩陣，6號先到先得。第3隻同大家講下6號先到先得，做冷腳絕對值得考慮。大家千祈唔好因為佢近績唔算標青就睇小佢，睇返佢前仗嘅紀錄。前仗出閘時發生碰撞，期間更與傲然互相觸碰，沿途連番意外受擠阻，都有第2名。隻馬本身嘅質素喺4班絕對夠用，只要今場起步順利，隨時係今場嘅冷門黑馬，做配腳絕對值得考慮。跑馬無絕對，覺得今次呢個實實在在嘅分析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。分享俾身邊嘅馬迷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今場邊隻馬最有機會突圍？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場大豐收！我哋下次見。